后来继续来到新北市的英歌，出现一个女子企图硬要将强迫囡仔。当时这个阿嬷用婴仔车塞一回孙仔伫个楼骹咧散步，突然间，这个规身躯拢是臭酒味的女子挖过来，要来抱囡仔，人袂互抱，伊佫强硬要抱。小男婴的妈妈嘛向前来阻止，双方有落下杀，过路的民众赶紧来报警，才来结束这场的惊狂。来了。外面内底穿红衫洗出来太太塞一回孙去路口捞捞咧，这个时阵出现一个穿黑色袖仔的查某人，规身躯臭酒味，想要抱伊的囡仔。他还不死心哦。因为第三次，对，回去啊，对啊。扣记住了后，佫真济摆硬要共抱，甲阿嬷惊死啊，惊闪起去。红婴的妈妈赶紧阻挡，两边佫发生 QQ 立立，路的民众发现，经过倒3共报警。然后那个阿超就把他挡起来，去叫人啊。经查为一名廖姓妇人因酒后失态，就是行为失控。有关廖姓妇人的行为已涉及刑法强制罪嫌，本所依法就办。警察来到现场了后，把这个啉酒醉34岁姓廖的查某人带登去调查，伊有窃盗毒品前科，行为怪怪，尾要互强制送去病院。其实同款的事件进前就定定发生，若是青云人硬要抱你的囡仔，会向有关罪方向侦办。提醒家长带囡仔出门爱顾好，唔通甲囡仔顾甲胖见。